So it is a time now.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 金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啊，紫藤！导致学院混乱的黑暗组织头领，一定是他，加德罗斯。行了，就这些。收到，请稍等。加德罗斯的脾气是差了点，但你说他是黑暗首领，也太……相信我，紫藤，我早就看他不对劲了。你再好好回忆一下，他是不是平时张口闭口就是渣渣，用看虫子的眼神看人？你见过哪个普通人类是这样的？可单凭这些，依我看，他肯定是什么星球研究室里出来的人造人。啊，哦，谢谢。对了，紫藤，他的脸上还有一个星星胎记，哪有人会长那么奇怪的胎记啊？那肯定就是人造人的出厂证明。啊，还有，加德罗斯头上那个头箍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我有一天不小心碰了一下，他瞪过来的目光像是要杀人。那东西肯定是什么封印器，一旦格瑞同学，他的眼睛原来他搞不好还会变成红也色，然后战斗力飙升。不愧是号称所见之题皆可解的格瑞，私下又这么努力，紫藤，你我得听我说，活下去。到最重要的一点了，我在听，金。我跟你说，我观察了很久，发现加德罗斯每天放学后都会来这家店，天要黑了才出来。我怀疑他其实是来修理自己的武器。武器？是的，表面上这是一家普通的快餐店，在厨房后却隐藏了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他真正的目的是为加德罗斯锻造足以摧毁学园的恐怖武器。让我想想，这家店最出名的就是薯条，做薯条需要模具。有了，他们肯定是藏了一个超巨大的模具。所以，紫藤，你看，加德罗斯的武器绝对是一根这样的棍子。巨无霸薯条？这根棍子估计是他在和什么高手对决的时候弄坏的。加德罗斯每天都来这里，看来每天都要去找那个高手。柠檬水有什么好喝的？让本小姐带你见识下什么叫月光慕斯。凯莉，请客吗？哼，这家店是我管家开的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。那柠檬？没有柠檬水。要不要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呢？紫藤，紫藤，紫藤，你在听我说吗？我在听，金。还有一点也很关键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哈哈，你难道就没有发现这家店送餐的速度超快吗？原来是苹果片呀！虽然是快餐店，但每次加德罗斯都要待很久。你看，他点的东西到现在还没送过来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说起来，他的订单确实一直没送过来，对吧，紫藤？不会错的，他们分明在搞鬼。会不会只是被忘了呢？啊，对了，直接问服务员就好了。紫藤，不要问，这家店有问题啊！你好，请问隔壁桌的那个在睡觉的客人，订单是被忘了吗？哦，你说那位啊，他是店里消费 No.1 的客人，所以餐品也是特别定制哦。当然需要更多时间准备。你看，我果然没说错吧，紫藤？加德罗斯要的东西果然不一样。难道真是这样？那你要怎么办呢，金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要和他决斗啊！决斗？没错，是时候和他展开一场原力对决了。金，等等，加德罗斯大人！啊，什么东西？您的特制汉堡做好了。汉堡？你们的动作怎么越来越慢了？这，这次的量比以往翻了2倍。主厨 Mr. Rod
哦，那正合我意。